最近一条有影是真大，也要提醒家长讲，带囡仔去到公园佚佗时阵，要注意这游乐区器材，还有涂骹，这个温度敢是烧烫烫的。调频间团体去调查这公园内面人工草坡的温度，发现早起10点的时阵，温度就超过60度啊！这囡仔踏入到地，真有可能会烫着伤。民间团体也要建议家长，这款自然的草坡温度较低，若准有上午早日会更较好。拄过头有家长带囡仔到大安森林公园海千秋，不过热天到公园耍就要注意。长期关心公园议题的民间团体发现，热天公园啊人工草皮地板的温度超过60度，囡仔可能会烫着伤。下午出来然后要穿球鞋，大人会先去碰碰看，如果觉得太烫的话，就要特别跟小孩说。如果说真的太热的话，我们是不会去玩游具，对，但是也是希望说，就是有那个游乐器材的地方啊。可以多种一些树。大概是早上10点，然后太阳大概曝晒了4个小时。对，那我们去测量的时候发现，人工草是60几度，那真的草大概32度左右。民间团体实际提机器磅温度，发现人工材质的地板较会吸热，亲像定看到的树林地板通到55度。除了甲人工材质地板换掉，因也建议加种树啊，也是真好的方法。亲像沙地若有树影杂咧，就只有37度。那自然的铺面，像是小砾石啊、沙坑啊，或者是经费够的话，就是真的草啊、树的天然的树荫，然后可以笼罩整个游戏场。像大安森林公园，它有大片的那个人工遮阳棚。民间团体建议家长热天带囡仔到公园啊佚佗，爱穿薄的长衣长裤，避免皮肤直接摸到器材烫到伤。家长也要带上摸器材地板，确认温度安全。另外，若带囡仔到清水公园耍，有水港温就会较安全。记者郭文明台台北报道。